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空军 F-16的战机失联，中国的盟军趁这个机会来造谣言，讲战机投诚中国。这降落伫中国的厦门机场，飞官蒋正治上校当咧隔离。国防部长严德发痛骂，真恶质，根本是自欺欺人，欺骗大众，自我麻醉。目前救援的行动已经来到第2阶段探测，希望会当赶紧找到战机。F-16战斗机伫花莲外海失联，国防部甲海巡署动用真济人力，去派出探测船奥黛丽丝伫外海做伙搜救。奥黛丽丝号目前已经来到 F-16雷达光点消失的位置，进行水下探测作业。奥黛丽丝号完成了7个航线的一个初步的一个音频的一个探测。今天上午会把另外2处通通完成，完成比对之后，会做更进一步水下目标第2阶段的探测。伫救援关键时刻，中国盟军伫网络散布 F-16飞官蒋正治上校投诚的假消息。简体字写讲，失联的台湾空军主力部队第26作战队队长蒋正治上校驾驶 F-16战斗机已经停伫厦门机场，还台独的壮士起义回归祖国大陆。国讲蒋上校正伫隔离中。谣言是满天飞，公布发现后，第一时间伫面册顶面写讲，谴责中共盟军造谣，散布假消息，销毁失联的飞官。中共的网军在网络上散播这些谣言，我们觉得是非常卑劣的一个行为。这完全是自欺欺人、自我陶醉的一个欺骗大众的一个谣言。国防部长严德发内底亲身出面，伊骂中国盟军是自我陶醉、欺骗大众，嘛希望讲会使赶紧找回失联 F-16战斗机甲飞行员，和外界一个交代。